南的全美戏院国际大导演李安读高中的时阵，常常去遐看电影。讲这间老戏院因为兄弟啊理念袂合，最近咧烧钱经营权。 三站楼外包落去建筑，挂真轻薄，用手工来画工棚。伫咧台南中西区的全美戏院，以放送理论评为主，3月才首映放送。长达59年首映可供汉搬演的电影，当时互老戏院过一摆强兄，那即马说表兄弟之间经营权的纠纷。民主社会个人意见不一样啊，你如果说认为我的经营方法不好。 公司有公司的治理方法。挂名负责人的阿兄高俊涵讲，小弟不满意经营理念，最近是动作不断。他们就利用这个媒体来操弄，这是不应该的。跟全美戏院无关的。伫咧讲最近和长期合作的国宝级康邦卫视跟警法发生工资纠纷，是小弟和其他股东要逼伊让出当罪手段。挂名经理的小弟吴俊成来驳回。 阿兄的指控，他一直说你不来画，要把你换掉，这是他起的因啊，怎么挖煽动？佮讲换经营团队，再当互戏院重新起起。新的思维，新的时代，我们用新的办法，一定可以帮助这个老戏院又度过一次的难关嘛。创立1950年的全美戏院，伫咧因为有真侪国际大导演李安的故事。我在这家戏院看很多电影。 李安讲，读高中时常在来遮看电影，所以全美戏院嘛是李安的启蒙地。若跟警法工作经济和经营权的抢夺，有75年历史的全美戏院，即马面对真侪风波，全代志了了，嘛互大家看到传统理论电影产业崩坏困境。 Hello， 我是林仙怡。想要抢先掌握最及时的新闻资讯吗？赶快订阅、按赞、开启小铃铛，锁定华视新闻 YouTube 频道。